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过去如流仙咧念四句联，讲有的一款是唔甘用，有的一款也袂趁，伊就要用大声。唔则讲百样人食一样米，国情今日要招你来研究，研究讲到钱，每一个人的角度拢无同。头一句咱来讲有迄款人一文钱拍24角，咱知影讲以早的铜钱啊，就是用锁啊卷起来，下伫咧腰刀边，啊，迄条锁啊。就是叫做钱卷，毋则咱即摆咧讲迄个看钱真重的人，叫做钱卷。啊，甲伫咧腰刀边的钱，有一款人吼，抠欠，讲钱摕伫腰刀，要认嘛大艰苦。你叫伊吼要开淡薄啊，伊就毋啦。即款人有哦，有钱毋甘用哦，四句人咧念，即款人有哦。啊，另外一款人拄啊颠倒边，安怎样咧？啊，袂趁伊就要用大声，讲要食毋讨趁，开钱哪爽盼。当然，即句爽盼，即马吼少年家伊无了解，伊会想讲啊，这吼当伫咧骗想啥？伫咧骗想啥物政治人物上？毋是哦，决定毋是哦。即句爽盼，台湾话内底是有典故。50年前、100年前，人就咧讲爽盼啊。啊，咱甲即个爽有牵连，原来就是永早菲律宾卢爽岛来到台湾做生意遐的人客。讲起来真好过，所以吼，人有一句话啊，讲叫做卢爽客。简单讲。真正是地钱要在遮发挥的就对啊！啊，毋过即款人有当着啊吼，伊目睭若爬无金，红牵咧行顺，咱讲伊盼，毋则即句爽盼塌落去，讲开钱哪爽盼？啊，要食毋讨趁的人，真正行到倒位，拍手开哩，总是啊，趁的时阵，原来是各种的样相，毋来敢若开有无共款一样米饲百样人的表情尔。讲到趁吼，有一款人伊是家乡。困中做事袅上，简单讲啦，俗语话咧讲吼，即马吼叫伊食饭吼，那亲像武上拍虎，食得足香。好，武上拍虎袂用咧慢啦，袂好加勤，困搁中啦。啊，做就是吼袅上，别人拢已经行头前，骹步打出去啊，伊还搁踮遮伫咧丢毒啦。啊，若叫伊做事，迄都毋是武上拍虎啊，迄号做亲像桃花过度共款。啊，你话做家乡困中做事袅上啦。啊，毋过总是吼。虽然讲抹灰的人有啦，拍拼的人原来袂少。啊，搁第四句的俗语，搁想继续照你来表达。即句行到倒位人就咧讲毋是留汗钱袂做得家伙。对，这另外一句话人就咧表达讲，若晓用钱吼，2-3年啦，都要留汗钱才会万年。这毋免国情落听啦。介简单，浅啊两句，咱就会当理解。理解讲，你若要做迄款家乡困中做事袅上的人，行到倒位都无路啦。咱就要流汗，就要勤屈落去，就要勤拍拼，安尼先所有趁的，才会当亲像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讲艰苦钱、流汗钱会当万年。这就是咱的祖先用俗语咧，甲咱所传教台湾人的道理啦。